週六週日節目最啱睇，我揀有線財經資訊台。學生運動，無畏無懼。近期唔少反對國民教育嘅示威同集會都見到佢嘅身影。18歲嘅黎文樂啱啱考完新高中文憑試，佢話中學生都應該肩負公民同社會責任。唔係單單淨係讀書嘅，而係喺要走出課堂以外，向政府或者一個政策去作出一個回應咯。佢關心社會，源自09年做嘅一份有關菜園村事件嘅通識功課。過程中睇到社會上一啲佢認為唔公平嘅情況，係一班老人家喺度住咗咁多年，無緣無故拆咗人條村，咁人哋住邊？之後佢不斷喺網上睇一啲關於時事嘅文章同評論，又透過社交網站同唔同人討論。佢話咁樣令佢睇事物嘅角度更加全面。你會代入咗嗰個議題本身㗎。如果我係嗰陣時係當時我係受害者，甚至乎我當時係嗰位決策嘅人，我會點樣諗呢？上年佢仲加入咗學民思潮，成為其中一個核心成員。雖然組織學生運動佔咗佢好多時間，但係佢就話自己仍然會以學業為重。你係編排好你自己，或者一個月或者一個禮拜係做啲乜嘢？例如話星期六日去開會嘅，咁1至5咪溫習啊、休息啊。